4当前921地震，台中太平的新平生活公园社区当时认定讲是全岛。2012年，台中市政府核准讲社区会当自办途径，也毋过到当是完全无进度。今仔就有将近50个住户到市政府去抗议，因批评讲建商是恶意拖延，都发局拢无要接管，唔肯负责。 21号早起9点21分，共21声东落默哀。台中市太平区新平生活公园社区921地震强破定全岛，但是进后过24年，灾民简单又原伫咧苦等途径案的执行，决定到市政府头前抗议，批评建商恶意拖延，官方行政懈怠。因为这10多年来，市政府的怠惰执行他的职务，而让我们从怀抱的希望到最后绝望。 这是我们最痛苦的部分。然后有多少灾民因为经济条件的变更，因为重建无望，土地一批一批的被收走。他应该在10年前，早就在10年前那个当初申请的时候，就应该给他一个限期、限令改善的一个公文这样子，但他就压在那个地方，就是没有发，直到现在。 住户表示，新平生活公园社区自办途径案，2011年由台中市都发局核准，2013年马上因为土地收购计数进入争议调解，345户居民流离失所，线期转台，建商恶意拖延途径案11年，更哪以较低计数来收购社区的土地，也搁伫咧社区基地放一大堆建筑废弃物，因也指控都发局讲依法无法度来介入，一直到今年因建署公文讲地方 主管机关会使强制接管，才发觉去官方欺骗，要求台中市政府接手公办途径。冠永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它的权利变换计划，它已经在这个月已经把新的权利变换计划已经送进来市政府这边审议。那刚刚居民的诉求，我们都会在这个审议的过程中，向我们都更审议大会这边做陈述。 这个进前建商无回应，台中市都发局出面接下住户的订正书，强调本案建商所送的权利变换计划，2014年审查了退请保证，一直到今年9月才送件，居民诉求拢会纳入途径审议大会，而且按照审议结果来办理。另外，是毋是会当公办途径，也阁需要研议。记者台中报道。